作者千 DJX。故事夢幻島千版0.1至第3代夢幻島創造神命運機創世經歷故事第13集。當你們玩熟這些遊戲，大富翁遊戲、模擬人生遊戲、帝國遊戲商店賺錢遊戲、模擬餐廳賺錢遊戲和莊家賺錢遊戲，就可以構思你們人生生意的道路。你們去社會做3個月勞工，有3個月入息糧單就可以去銀行借一定的生意起動金，跟住和親人或朋友合股，就可以用玩過的遊戲經驗去建構自己的實體事業。將構思好的生意先在白紙寫出來，和合上眼睛睡覺，在腦海模擬一次真實想像就面。當然，所有事業是要計算機會成本、盈利成本和虧損成本，何時會有回報，如何可維持，每月平均生活和生意基本開支和盈利多少，就可以嘗試開設足於你們的實體事業。